大半世人前半生，日日周旋飯局應酬，以為飯局多人脈廣應酬密就代表體面風光。等到真正卸下公職，放下職場重擔，退休之後，先慢慢看透飯局背後藏住嘅算計、是非、人情包袱同破財陷阱。我鑽研易經處世，智慧幾十載，主持民生清談節目大半輩子，走訪過無數退休街坊，聽過成千上百段赴飯局、惹禍傷身、破財、鬧家庭矛盾嘅真人舊事。今日就講透養老處世真話。退休之後有4類飯局，能推就推，能避就避，唔係做人薄情寡義唔合群，而是懂得收斂，無謂消耗，保護自己積蓄、身體、名聲同家庭和睦。但凡唔懂取捨，硬係逢局必到，晚年只會日日受人情拖累，煩惱纏身，福氣越耗越薄。好多人退休之後忽然空閒落來，時間大把，身邊舊同事、老同學、遠房親戚、半生不熟嘅泛泛之交，紛紛邀約飲茶食飯。有人覺得退休寂寞冷清，多赴飯局可以打發時間，維繫人緣，唔好推託人哋好意，否則會被人講孤寒、不近人情。呢種睇法太過表面。年輕時候身在官場職場，飯局係謀生辦事嘅途徑，唔赴應酬容易錯失機會。但退休之後，你再無職位加持，手中無職權，無利益交換籌碼，絕大多數主動邀約嘅飯局，早已唔係純粹敘舊談心，背後各有盤算。要麼想向你借錢周轉，要麼拉你投資消費，要麼借飯局攀比搬弄是非，要麼群發請柬只為收禮金。每一場無用飯局都在悄悄消耗你3樣晚年本錢：辛苦半生賺落嘅養老積蓄、逐年衰退嘅身體、清靜心境同家庭和氣。易經有云：人到暮年，宜靜不宜躁，宜簡不宜繁。減少無謂應酬，先係厚德自保、積攢晚年福氣嘅根本。世間令你疲累為難嘅社交，懂得婉拒先係大智慧，絕非無情。第一種要盡量少去嘅飯局，係多年斷聯、毫無交情之人突然熱情邀約嘅功利局。呢一類飯局，10場9場暗藏算計，專揀退休長者落手。平時幾年、10幾年唔會主動問候一句，逢年過節都唔會發一句簡單祝福。忽然有一日主動打電話發信息，一口一句老友多年情誼，熱情邀約酒樓飲茶、晚飯聚餐，話許久未見想聚聚舊，實則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擺飯局只為有所求，要麼拉你購買理財、保險、保健品，要麼遊說你投資商鋪、虛擬項目，要麼開口大額借錢，利用長輩重情面、唔好意思當場拒絕嘅心軟性格，步步緊迫。早年我喺九龍觀塘舊村做節目訪問，認識一位陳伯，當年67歲，退休前做文職，退休金安穩，手頭存下幾十萬養老本。一日收到中學同學嘅電話，相隔40幾年從未來往，對方熱情邀約去酒樓食海鮮大餐。陳伯心下念及年少同窗情分，唔好意思推託，準時赴約。當日包廂之內，除咗呢位老同學，仲有5、6位陌生男女，全程唔講年少往事，淨係兜兜轉轉推銷高回報投資項目，講投入一筆錢，每月可以分紅幾千蚊，好多老友記都參與，獲利豐厚。輪番游說陳伯開戶入資，陳伯耳根軟，礙於全場情面，當場轉咗20幾萬落對方賬戶，以為穩賺不賠。過唔到半年，呢個投資項目爆雷，所有投入資金血本無歸，邀約佢嘅同學直接失聯，電話唔接，信息唔覆。陳伯日日在家唉聲嘆氣，血壓飆升住入院，老伴日日同佢爭吵。原本安穩和睦嘅晚年生活，因為一場突如其來嘅飯局徹底搞亂。反觀同村另一位李伯，同樣收到許久唔見嘅舊識邀約，
李白一眼看穿對方有所圖謀，溫和婉拒，推托腿腳不便，少出門，唔赴飯局，自然避開破財陷阱。好多長者心軟，覺得人哋主動請食飯，唔赴會失禮，殊不知真正記掛你嘅老友，平日會時常問候，唔會等到有事相求先忽然熱情。平日常年冷淡疏遠，臨時擺局相邀，內裏必然藏住利益算計。退休長者手頭積蓄係後半世看病養老嘅依靠，千萬唔好為咗一時情面輕易踏入功利飯局。推託唔係無情，係守住自己半生血汗錢，保護晚年生計。講起呢種功利飯局，仲有無數街坊遇過同類吃虧事例。新界元朗一位張嬸退休之後，被10幾年冇來往嘅同鄉請飲茶，到場先知道對方係保健品推銷員，整場飲茶3小時，不停介紹高價理療儀器、滋補藥丸，周圍搭台嘅人全部係託，輪番勸張嬸購買，唔買就不停訴苦，道德綁架。張嬸抹不開面子，一次性消費1萬幾蚊，買一堆無用產品。屋企仔女知曉之後，同佢大嘈一場，產品放喺角落，從未使用，白白浪費養老錢。好多長者總係心存僥倖，覺得自己頭腦清醒，唔會輕易上當。殊不知飯局之上，眾人輪番遊說，氛圍烘托之下，好難堅守本心。一旦礙於情面鬆口，事後追悔莫及，錢財難以追回，仲要鬧得全家不安。真正純粹嘅敘舊飯局，邀約之人會提前講明緣由，無推銷，無借錢，無投資遊說，到場都係知根知底，平日有往來嘅熟人，閒聊只談家常，身體過往趣事，唔會刻意兜兜轉轉引導你消費出錢。二者對比高下立見，往後收到陌生久未聯繫之人嘅飯局邀約，第一時間就要多留心眼，能推則推，唔好輕易赴局。第二種應當少赴嘅飯局，係滿場攀比炫耀、互相攀比家底嘅虛榮局。呢類飯局看似熱鬧喜慶，實則處處充斥焦慮，越負內心越添堵，損耗自身精氣神，不利晚年心境平和。好多老同學舊同事定期組織聚餐，入座之後唔講健康養生、家庭暖心小事，開口就互相攀比，比退休金高低，比仔女薪資職位，比物業房產，比出遊消費，比孫輩讀書名校。有人刻意抬高自己，貶低旁人，一番比較落來，家底普通、子女平凡嘅長者，內心生出自卑、妒忌、不甘，返屋企悶悶不樂，整日唉聲嘆氣，甚至埋怨老伴，指責仔女，家中無端生出諸多矛盾。我認識一位黃伯，退休前做工廠技工，退休金不算豐厚，仔女普通打工一族。每一次舊同事聚餐，都有幾位昔日升職上位嘅前同事大肆炫耀，講自己每月優厚福利，仔女海外定居，年年出國旅遊，句句有意無意抬高自己，貶低平凡之人。黃伯每次赴完飯局返屋企，都會幾日心情鬱結，睡眠變差，血壓時常升高，仲會同老伴爭執，怪仔女冇本事，原本和睦嘅家庭氛圍變得壓抑。後來黃伯聽我勸解，慢慢推託此類攀比飯局，閒茶只同2、3知己老友在家簡單飲茶閒談，唔再參與大規模同學同事聚餐，唔再捲入無謂比較，心境日漸開闊，身體狀態亦好轉許多，同家人相處再無謂爭吵。易經講知足常樂，晚年福氣從來唔係靠同旁人攀比得來。每個人一生際遇不同，子女前程、積蓄多寡、退休福利都各有天命，強求對比只會徒增煩惱。虛榮飯局之上，人人都刻意包裝風光一面，隱藏自家難處。你見到嘅光鮮未必真實，為咗迎合場面互相吹捧，暗自較勁，一餐飯落來身心俱疲，白白損耗自身平和氣場。
有啲長者生性好強，總係唔甘願落後於人，次次攀比飯局都準時出席，為咗唔輸場面，主動搶埋單，送禮撐門面，每月退休金無端多出一大筆應酬開銷，壓縮自身日常飲食看病預算，看似增足一時體面，實則委屈自己後半世生活。真正有福嘅退休長輩，懂得遠離攀比喧囂，明白晚年安穩自在，遠勝虛假風光。三兩知己淺酌閒談，家常小菜清茶一杯，無需攀比，無需偽裝，先係舒心自在嘅相處。但凡一聽聞飯局到場之人，總愛互相炫耀家底，即便老友邀約，亦要尋合理藉口婉拒，唔好為咗湊熱鬧踏入虛榮局，傷害自身心境同積蓄。呢份婉拒唔係薄情，係守護自己晚年輕鬆安樂嘅心態。第三種盡量避開嘅飯局係滿場搬弄是非、閒聊長短嘅口舌局。老話講來說，是非者便是是非人，同愛嚼舌根、傳閒話之人同食一餐飯，極易無端捲入人際紛爭，平白敗壞自身名聲，惹來不必要嘅是非小人。好多街坊鄰里、廣場舞搭子、退休工友組成嘅飯局，入座之後唔聊養生休閒，正向家常，淨係專門議論身邊熟人隱私，講某某街坊夫妻不和、仔女欠債，講某某老友退休金來路不明，講誰家婆媳矛盾，講旁人私下嘅瑣碎私事，甚至添油加醋、捏造閒話，傳到當事人耳中，引發爭執怨恨。好多長者單純老實，飯局之上旁人閒談是非，自己唔插嘴唔附和都難置身事外。旁人轉頭就會對外講，當日佢亦在場，聽見全部閒話，無端背負傳是非嘅名聲，同鄰里老友結下嫌隙，往後日常碰面處處尷尬，甚至有人暗中記恨，處處針對為難。早年大埔一位劉嬸為人老實和善，一次同街坊飲茶飯局，席間一眾婦人閒談隔離屋阿婆仔女欠債嘅私事，劉嬸全程只靜靜飲茶，從未開口附和半句。誰知第二日閒話傳遍整條街巷，人人都講係劉嬸到處散播流言。隔離阿婆聽聞之後上門同劉嬸爭吵，兩家從此老死不相往來。原本和睦嘅鄰里關係徹底破裂，劉嬸日日出門都要避開對方，內心委屈無處訴說。究其根源，只係不該踏入滿場是非閒話嘅飯局。好多長者覺得只是聽人閒談，唔開口就唔會惹禍，實則人多嘴雜，飯局之內只要你在場，就會被劃入閒話圈子，難以撇清關係。人到晚年，最珍貴就係清靜名聲，少捲入口舌紛爭，先能夠安穩度日。同是非之人少往來，是非飯局少參與。唔好以為只係閒談無傷大雅，閒話傳多了，積下無形怨懟，損耗自身福氣。若收到邀約，知曉到場之人平日愛東家長西家短，搬弄是非，大可借身體不適、家務繁忙為由推託，唔好貪圖熱鬧富局。呢種取捨唔係無情，係避開口舌災禍，守護自身清白名聲。晚年少招小人是非。第四種退休之後必須少赴嘅飯局，係群發邀約，只為收取禮金嘅流水人情局。呢一類飯局純粹以收紅包為目的，情誼淡薄，卻會不斷掏空退休長者積蓄，背負無盡人情債，長年累月不堪重負。如今好多老同學、遠房親戚，但凡家中有喜事、仔女結婚、孫仔滿月、新居入伙、大壽擺酒，唔會單獨上門誠意相邀，只係微信群發信息、群發語音，一次邀約幾十上百人。但凡有個一面之緣嘅人，全部拉入邀請名單，實質將昔日熟人當成收取禮金嘅對象，平日從無往來，一有喜事即刻熱情邀約，酒席菜式普通，花費卻要長者掏出幾百上千蚊紅包，一次兩次尚可應付，年年月月各類流水喜事接踵而至，退休固定退休金根本難以承擔，
不赴席又會被對方背後指責孤寒小氣，陷入兩難境地。我一位聽眾黃叔退休8年，每年收到10幾場群發酒席邀約，老同學仔女婚嫁，遠房親戚大壽，舊工友新居擺酒，每場最少隨禮500起，一年人情開銷動輒幾千上萬。原本打算存落嘅看病積蓄不斷縮減，老伴為此日日同佢計較，仔女亦勸佢減少，無謂人情應酬。黃叔卻總係抹不開情面，次次準時赴席隨禮，久而久之手頭緊絀，連日常體檢都要再三猶豫。反觀同小區嘅何伯，遇到群發無誠意邀約酒席，統一溫和婉拒，只出席平日時常往來，單獨誠意上門邀請嘅至親老友喜事，人情開銷大大減少，積蓄得以安穩流傳，家庭亦唔會為人情禮金起爭執。禮尚往來嘅前提係有來有往，平日毫無交集，逢事先群發邀約嘅人情局只單方面索取禮金，毫無真情實意。退休長者唔需要勉強自己維繫呢種表面人情，學會合理婉拒，唔好被世俗人情綁架。有人會講唔去赴席隨禮會得罪人，實則真正重情義嘅親友，知曉你退休收入固定，唔會頻繁擺酒群發索取禮金。但凡只看重紅包群發湊人數嘅人，即便次次隨禮赴席，亦唔會真心待你，失去呢種虛浮人情，反而卸下沉重包袱，晚年輕鬆自在。避開流水禮金飯局，唔係做人吝嗇無情，係懂得取捨無用社交，守住養老積蓄，唔好被無休止嘅人情開銷拖累後半世生活。好多長輩一輩子誤區，待人熱情就要逢邀必到，推託飯局就是得罪人，不近人情。半生走過先懂，晚年社交貴在精簡，唔貴在數量。退休之後，身體機能下降，腸胃怕重油重鹽，心神怕嘈雜內耗，錢財怕無端消耗，功利局耗財，虛榮局耗心，口舌局耗名，人情局耗積蓄，四大損耗，慢慢磨掉晚年福氣。婉拒飯局唔需要強硬翻臉，用固定得體理由即可。血壓血脂偏高，唔適合外出聚餐，重油煙酒，腿腳不便，懶得走遠，家中要照料老伴孫輩，固定日子要醫院覆診，理由平實得體，唔傷人情面子。易經講人暮年而守靜狀福，福氣唔係靠熱鬧飯局堆積而來，而係靠減少消耗，守住自身所得，慢慢積攢。飯局之上看似熱熱鬧鬧，實則暗藏無數消耗，功利局耗財，虛榮局耗心，口舌局耗名，流水人情局耗積蓄，四種消耗疊加，晚年福氣只會一點點流失。好多人總係本末倒置，一心追求表面人緣熱鬧，卻忽略晚年最核心嘅3樣東西：安穩積蓄、健康身體、清靜心境。為咗無關緊要嘅泛之交，勉強自己奔赴各類糟心飯局，得不償失。世間人情貴在真心，唔貴在飯局數量。真正記掛你、體諒你退休處境嘅人，唔會頻繁擺局為難你，亦唔會因為你偶爾婉拒飯局就心生芥蒂。反之，只係想利用你，同你攀比、向你索取禮金嘅人，就算你次次赴席，亦換唔來真心相待，不如趁早減少往來，卸下人情包袱。身邊太多對比鮮明嘅真人經歷，足夠各位引以為戒。72歲吳伯，退休教師，早年好客合群，飯局有邀必赴，常年在外煙酒重油飲食。5年前突發中風，半邊手腳不便，退休金大半用來長期吃藥康復。病愈之後徹底醒悟，4類飯局全部推掉，只同老友居家小聚，作息清淡規律，幾年身體穩步好轉，生活可以自理，日日公園散步，安穩度日。61歲陳嬸，從前沉迷同學聚餐，攀比家境，歸家
就埋怨丈夫，挑剔子女，夫妻日日爭吵，精簡社交，遠離攀比飯局之後，居家種花散心，放平心態，接納自家生活，家庭矛盾全無，睡眠體質越來越好。亦有長輩害怕旁人閒話，怕小負飯局，被講孤僻不合群。其實旁人評價從來隨風改變，今日讚你人緣好，明日笑你性子冷。外人閒話無關痛癢，晚年病痛、錢財缺口、家庭矛盾，全部要自己家人承擔，唔需要迎合外人委屈自己。人到暮年，優先顧自己、顧家人，先係大智慧。再細細拆解四類飯局暗藏嘅深層損耗，令各位長輩更加清晰其中利害。第一種，久未聯繫之人嘅功利飯局，核心損耗係養老積蓄，對方所有邀約都帶有明確利益目的，利用長輩重情面嘅性格，誘導消費、投資、借錢，一旦心軟鬆口，血汗錢極易難以追回，晚年看病，日常開支失去保障。第二種，攀比虛榮飯局，核心損耗係心態同家庭和氣，長期同旁人比較，容易滋生妒忌、自卑、不滿，歸家之後將負面情緒發洩喺家人身上，夫妻親子矛盾頻發，家中難有安寧日子。第三種，滿場閒話是非飯局，核心損耗係自身名聲同人際安穩，無意之中捲入旁人私隱紛爭，背負傳是非嘅污名，鄰里老友心生隔閡，日常碰面處處尷尬，無端多咗許多小人針對。第四種，群發流水禮金飯局，核心損耗係長期人情開銷，固定退休金被各類紅包分攤，壓縮自身生活同醫療預算，年年月月背負人情債，想拒絕又怕得罪人，進退兩難，長期陷入精神內耗。四類飯局各有各嘅拖累，但凡沾上邊，晚年福氣必定受損，能避則避，唔好心存僥倖，覺得自己可以應付自如。多數長者都難以抵擋飯局之上嘅氛圍裹挾，事後只會追悔莫及。好多人會講，偶爾負一次唔會有大礙，不必太過拘謹，實則人性容易鬆懈底線。今日推託一次功利飯局，明日婉拒一場攀比聚餐，慢慢養成篩選社交嘅習慣，內心自然清晰，分清好壞。反之，今日礙於情面，負咗一場算計局，下次再有同類邀約，便難以堅定拒絕，久而久之，重回頻繁應酬嘅老路。之前所有守正自保嘅心思，全部白費。養老處世，貴在持之以恆，懂得長久遠離四類損耗自身嘅飯局，先能夠持續積攢福氣。唔好抱有偶爾一次無妨嘅鬆懈心態。亦經常講厚德自保，何謂晚年厚德？唔係逢人迎合、逢局必到，而係懂得自愛、自守、自足，愛惜自己身體，守住半生積蓄，維護家庭和睦，遠離是非算計，唔好為咗虛浮人情消耗自身。世人常誤會婉拒飯局係無情，實則真正嘅情義從來唔係靠酒樓一餐飯維繫。平日一通問候電話，登門簡單探訪，家中一碗家常湯，遠比滿場算計攀比閒話嘅酒樓飯局來得真摯厚重。真正嘅老友知己，明白退休長者收入固定，身體衰退，唔會頻繁擺局增添對方負擔，相聚都係簡單家常小聚，唔強求紅包，唔推銷產品，唔攀比家底，純粹敘舊談心，呢種情誼先值得用心維繫。今日同各位退休叔伯嬸母講透四類應當少負嘅飯局，通篇唔係教大家與世隔絕，拒絕所有往來，只係提醒各位分清社交利弊，捨棄拖累自身嘅無用應酬，守護晚年安穩。人生前半生奔波勞碌，為生計職場人情四處妥協退讓，退休之後終於擁有屬於自己嘅時光，無需再勉強迎合任何人。學會篩選飯局，溫和婉拒糟心邀約，唔需要背負
合群嘅枷鎖，清靜自在，無病無災，積蓄安穩，合家和睦，先係退休之後最大嘅福氣。往後再收到飯局邀約，先靜心分辨屬於邊一類。若是功利算計、攀比虛榮、搬弄是非、流水禮金嘅飯局，尋得體理由，從容推託，唔好糾結旁人閒話，唔好為難自己。呢份取捨唔係生性無情，而係歷經半生風雨之後，懂得保護自己、守住晚年平安嘅通透大智慧。呢份養老處世道理，值得每一位退休老友記牢記在心。往後少踩人情、飯局嘅陷阱，日日舒心安樂，福氣綿長伴晚年。